非常好，这可以控。嗯，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啊，录练习，呃，亮度太亮吗？太亮吗？因为它本来就这边有稍微暗一点，暖灯可以关吗？暖灯关，暖灯关，哎，暖灯关就好了，暖灯关，其他打开，最后面前方这个有了，这个这边的这里不的，嗯，全开，起码全开，起码是，嗯，他说太亮，还有5分钟。哎呀，特强一样跟我有白发嘞，你也跟我一样有白发嘞，我想你还有年轻嘞，挡不住。好，我们先祷告一下啊。好，一起来祷。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透过网络直播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跟主日的崇拜。诗人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器械都为你所使用，所有的这些的设备，主啊，你都掌权掌管，也为我们的每一个同工，无论是我们当中带领敬拜、诗会、弹琴、歌唱、赞美的，主啊，都荣耀归主的圣名，把我们所献上的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祝福我们十分的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天主堂的声音蛮大声的，试试看那个麦克风声音，试音一下，没有声音。Hello，有。天主堂。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主。2分钟。照程序。他那边就好，主在，对，主在身边。啊，OK，好。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各位现场的会众跟收看直播的会众，我们一起来唱荣耀诗歌。你是荣耀君王。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又再一次一起用我们的新的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敬拜你。你的儿女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要来亲近你。无论我们在哪里，身在何处，你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如同坐在你属灵的摇滚区中，我们一同敬拜你。求主真的是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肺炎疫情，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有许多改变。求主真的是赐下你平安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会众。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信仰宣言，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记住这要献。
们一起来攻读圣经，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由我来攻读。马太福音21章第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前面村子里去，必看见有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这是谁？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上一起来敬拜上帝。虽然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新的方式，能够来敬拜主。当然，对牧师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曾经有一些前辈的牧师们曾经对我说过一些话，他说：你们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要乖乖的站在讲台前面。那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乖乖的人，所以我都常常会晃来晃去的。但是呢，感谢主让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逼着自己一定要定在讲台这里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是面对的是我们有血有肉的跟我们一起的这些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现在却是要在荧幕上面。那当然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负面的或是不好的情形，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新的挑战。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样的传递，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来听到福音。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把握时间，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同样这些的情况，包括过去古代的早期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也受到在信仰上的逼迫，在政治上面有许多人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聚着聚会，但是他们仍然用其他的方式来做礼拜聚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跟效法我们的前辈的样式。他们仍然在信仰上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在他们的信仰上坚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上帝会有美好的安排。当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给我们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使我们能够有新的一些方式，能够来传福音、做见证、来做礼拜。愿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但是只是笑一笑而已，千万不要太介意，也不要当成真的啊。因为有很多人会把一些笑话当成是真的，结果在网络上传递，结果变成这个讲的人就没有办法来讲。这个是一个笑话而已，提前要说明一下啊。那各位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从来是不缺东西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他们有很多的东西都必须要去采购，而且必须要去排队去购买。过去他们是不用的，现在他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他在排队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就骂这个政府，他说这个川普政府是怎么样做的？为什么让我们的这个东西是这么缺乏，然后必须要排这么久的队？所以他说我要去拿一把枪去把川普给干掉。所以他就跟后面的人讲说，帮我排队一下，等我出去把川普干掉我再回来。然后结果后来他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回来，然后这个后面排队的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突然间回来了？结果那个
那个要拿枪出去要去跟川普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人，他说，因为要去找川普的人太多了，我也在那边排队排太久了。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哎，好像很生气，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上帝帮助我们，有许多事情虽然我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相信都有些事情让我们从中来学习美好的功课。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即使从负面的当中，也能够找到正面的意义。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叫做网络上的直播的崇拜，但是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带着你的圣经，能够来到荧幕前面，来到电视前面，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的前面。我们还是一样要拿着圣经来读神的话，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提到说，每一件事情有正面有负面的，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张图，让我有一些新的反省。各位如果看这个负面的角度的这一张，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一张图好像是一只狮子在咬住或是咬死他的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叫做虎毒不食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打破你的那个想象。但是当然，因为我们是从一面去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从另外一面的话，从正面的角度看，这并不是这只狮子在吃他的孩子，而是什么？而是他叼着他的孩子，可能要把他运送到某些地方去。因为小狮子或者是如果我们有看过猫的话，小猫小狗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小猫小狗可能走路比较慢，所以它的妈妈必须要把它叼着，然后这样的走过去。可是如果我们从一面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母狮子是不是很狠毒啊？它会去吃它的这个小狮子。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一面来看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可以来看的。所以包括即使我们现在可能包括政府单位或者是一些卫生单位会告诉我们说，必须要隔离在家，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这些的隔离的措施，你不能够到外面出去玩。但是每一件事情虽然有负面的角度，但是也会有正面的意义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要从每一件负面的角度里面去看一些正面的意义。我记得我们以前现在男生可能比较少当兵了。过去以前我们在男生都必须要服兵役。各位知道，常常以前我们曾经把服兵役当作是一件我把生命卖给国家，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值得的事情。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有人因为在这个服兵役的当中，我的老师就曾经分享，他说他的英文本来并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他在当兵的当中2年的时间，他就把一本过去早期的一个文法书，叫柯奇化的一个这个人他所编的这个文法书，就把它整个给背完了。所以在2年的当中，有人会去浪费它，但是2年的当中也会有人去运用它，能够做更好的使用。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当中，也许我们有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去看到一些正面的意义。对不起，这个好像又动不了了。好，所以平安中有盼望。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风雨的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有盼望。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负面的事情当中去看到正面的意义。风雨会过去，疫情也会过去，但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在那样的地方？上个礼拜有一天，就是我收到这个图的时候，我把它放在赖的群组上面，然后有一位姐妹她看到了，刚好那天晚上下雨，然后早上大概7点多的时候雨就停了，然后她就赖了给我一个讯息，她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有下雨？”我说：“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下雨，但是就刚好放了这个图的时候，那就早上雨就停了。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总之知道说这些疫情都会过去的，这些的下雨也会过去。但是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去过，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所以即使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来主日，我们仍然可以在家里面
可以在那里祷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在家里面我就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是祷告最好的时间。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去进行的时候，我们仍然凭信心靠主来得胜。我们仍然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小时候他来做礼拜的时候，妈妈都会限制他说你不可以走动，因为小朋友总是会心里面会希望要走来走去，会去玩一些东西。但是妈妈交代说你不能走动，所以他就只能乖乖坐在那里。但是他后来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是我的心里面是动着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不能动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可以有这样的活动的这样的机会。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的活动就是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当我们在看到教会这些的直播的工作的时候，当然因为在后台的地方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同工，他们在那里来负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事项。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的干事，或是教会的执事，他们这样的一个尽忠心摆上，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完全。所以即使是看起来是没有实体的崇拜，但是我们更加的忙碌，很多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直播或是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要为我们的这些的同工来关心祷告，为我们的执事，为我们的干事，为我们的这些的献上自己时间生命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那当然这一周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主日，特别今天的主日叫做棕树主日。如果各位有看到有一些的报道，或者是有一些的教会的消息，就会知道今天这个主日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叫做棕树主日。那什么叫棕树主日？棕树主日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一个来庆祝耶稣基督要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的一个经历。那当然是因为在故事的当中，我们会读到这些人他们带着棕树枝来庆祝耶稣基督要进城来，所以这一周的主日叫做棕树主日。但是各位，棕树主日也是为了，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认为上帝所差的弥赛亚要进到城里面来，所以他们为这样高兴跟欢喜。但是高兴跟欢喜的日子只有一天，其实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高兴，耶稣必须要在这一周当中付上面临死亡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一周开始又叫做受难周。所以请大家来知道说，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的年历上面，从这一周的主日开始，我们的后面的这个6天就是叫做受难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6天的当中，耶稣基督在这一周的当中这样的一个受难。所以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这一周叫做受难周。那同时礼拜5的那一天叫做受难日，也就是耶稣是在那一天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通常我们这一天礼拜5的时候都会叫做这个受难日。那所以我们在礼拜5的晚上，教会也会特别安排一个受难日的祷告会，期待我们能够透过直播的方式来带领弟兄姐妹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十架七言。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谈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棕树主日的部分。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种动物，我相信大家很少见过，在台湾很少见，在台湾比较多见到的都是牛或者是说这个黄牛或是水牛，但是我们比较少见到这种动物，这个叫做驴子。好，那这里有3种不同的动物那牧师现在要先跟大家先解释一下，马应该比较大家可以认识，因为马有的人可以看过，那马就是比较大只的、比较强壮的，这个叫做马。那最小只的这一只叫做驴子。那各位要知道说，在过去中东的地方，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这个驴子它的驴子是可以负重的。驴子的特性就是它是很固执的，它会持续不断的去做完那个工作，所以驴子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动物。但是驴驹是什么东西？驴驹其实就是这个驴跟马它们所结合所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叫做驴驹。所以一般驴驹它是结合了马的力量，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驴的执着，所以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个驴驹来当做一个驮重的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在
在中东的地方，他们除了我们在沙漠地区会看到骆驼以外，在其他的地方的交通上面，大部分都是用驴或是驴驹。那因为马是用来做战争用的，所以比较少人会去用马来当做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今天在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如果从经文里面来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来的。但是很多人说骑着驴驹有什么了不起？当时早期的人也都是骑着驴或是驴驹子，但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是，耶稣所行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过旧约圣经里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或是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在第5节的地方，今天的经文的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这段的圣经。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好，所以今天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骑着驴，而且是骑着驴驹子。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段的话是应验了在先知书里面的一段的经文，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撒迦利亚书的9章第9节的地方。如果各位知道撒迦利亚先知的话，他是在离耶稣降生前大概400年甚至到50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先知。那所以在那个时间就已经先知就预言了这个要来的王，这个弥赛亚，他是骑着驴跟驴驹子要进来的。他说他是温柔的，又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耶稣并不是在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样式。在过去古代早期的这些的君王，他们都是骑着战马进到城市里面来。各位如果看过我们以前在台湾的一些古老的照片，包括日军进城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骑着战马，因为表示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所以各位在过去古代的君王通常都是骑马进城的。这是一个罗马皇帝的雕像。那罗马皇帝他们是骑着战马进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受到群众的拥戴，受到群众的欢呼。但是耶稣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他却是骑着驴，而且是骑着驴驹子。对我们来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驴跟驴驹子是用来做交通工具的，它是用来负重的，它是用来工作的。而战马的用途是除了来征战以外，最大的用处就是因为它长得高大俊美，所以它是被万人来拥戴的。而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耶稣是骑着驴驹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驴驹也代表一个事情，就是它是谦卑的，它是朴素的，它是不出风头的。可能很多人在看到驴驹的时候，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一匹小驴驹子，有什么了不起？它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可能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它甚至是没有人用过的。如果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话，这一匹驴驹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所以一个从来没有经验，从来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背景，或甚至没有那个伟大的能力的人，居然能够被主来使用。如果我们以这匹驴驹来看他是一个人的话，上帝用这些叫做平凡的人，用这些叫做人所看不起的，或甚至是没有经验的，上帝透过他的拣选来使用这样的人，能够来服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自己像一匹高大的骏马，我们很多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够大有能力，但是上帝往往使用的并不是那个叫做有很大能力的人，或是很高强壮大的人。上帝有时候往往使用的是谦卑的人、朴素的人，或是不爱出风头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误解了耶稣，我们以为耶稣应该是这样，我们以为耶稣应该是荣耀的君王。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这首诗歌，他是荣耀的君王，但是我们却不晓得耶稣这样的一个君王的角色，跟世上的人对他的认识跟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什么样的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去思考，而且要去了解的。如果这个王跟这个人跟我们所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么他是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我们在画像或图像当中，他是掌管权柄的，他是审判万有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这个为众人舍命，成为众人的赎价。所以以色列人无法去理解他们所认识的一个荣耀的王，上帝的弥赛亚，怎么会来到是一个骑着驴驹子，是一个来服侍的？他应该是一个国王，一个王的样式，应该骑着战马，应该是得胜的样式进到城里面来。但是耶稣却是骑着驴驹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落差跟误差？我们常常期待耶稣来，好像他要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部分也要让大家清楚一个事情是，很多人会误解我们的信仰，好像信耶稣之后你就一帆风顺，信耶稣之后你就所有的事情就全部得到解决，信耶稣之后你就全然无灾无病，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做法是，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跟想象的。耶稣来，他是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形式跟样式，让人能够看见。所以这个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犹太人期待他来，带着世上的尊贵、权柄、荣耀，满足他们对平安、国权、财富、兴旺的这样的一个想望。可是事实上，耶稣来是一个不同的情景，带着不同的目的。因此，当应许完全成就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反而不能够接受跟相信这样的事实。他们所期待的王是一个尊贵荣耀的王，但是耶稣来，他却是要服侍众人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在教会里面跟社会里面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认为一个事情，就是跟社会里面一样，好像你是一个某一样的位置，或是你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角色，好像你就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或是荣耀的身份。但是事实上，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反过来的。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记得曾经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一个同学，那时候是我的一个学弟，他是晚我1年进来的。然后因为我们照例，我们这些当学长的人，我们都需要去带他们到神学院里面去了解、认识一下这个神学院的环境，或是课室，或是了解一下这里的一些情况。那我曾经带过有一个不算年轻，那时候已经40几岁，那我是比他年轻一点的。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学校校园里面到处去参观，然后我一直看他闷闷不乐，所以后来回到课室的时候，我就问我们这个学弟一个事情，我这个比较年长的这个学弟一个事情，我说请问一下，是我刚刚解释或介绍的不好吗？好像你并没有觉得好像我服务的很好，或是服侍的很好。我这个学弟他突然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因为你不是一个牧师，他说。因为你不是一个牧师，我觉得应该要带我去参观的，应该是学校的这个教务主任，应该是牧师才可以带我来参观学校，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就可以来带我来参观学校的。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虽然很气，但是后来我就耐住我的性子，我就跟我这个学弟讲，我说，亲爱的学弟，如果你能够接纳我这个卑微跟软弱跟这个微小的小人物，带着你去看校园的话，那我相信你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牧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或误认为说，好像我应该是一个什么身份，我应该是人家要怎么对待我。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忘记一个事情是，谦卑服侍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在教会里面，不是位置，而是你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一个经验跟功课是，无论我们在这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是身份，或是什么样的位阶，最重要的在教会里面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服侍人，而不是来比拼在教会里面谁的位置比较高，谁的位置比较好。所以，即使是一个传道人，即使是一个牧者，是受人崇敬的，但是在台下的时间总要比在台上的时间要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认说，好像牧师在很多事情上面好像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们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万王之王成为谦卑的样式，服侍众人。他并不是来强调他的身份跟角色，而是他成为服侍人的。所以，我们来看在第9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在第9节的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好，这段的经文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耶稣进城的时候，骑着驴驹子的时候，他们是兴奋的，是高兴的，因为这一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终于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我们终于可以推翻这些欺负我们的这些的外邦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国王。很多人的期待对耶稣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的时候跟他们的期待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来看到在这一张图样的里面，耶稣在最后一周的当中，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并不是来受众人拥戴，而是成为一个谦卑洗脚的仆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功课，就是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样的完全。他们认识的耶稣可能以为他是军事上的王，他是这个政治上的王，或是他是一个经济上的王。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可以带领他们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情况，但是却不晓得耶稣说他来是要服侍众人，他不是要受众人的服侍。而我们本来应该要跪在这一位君王的面前来服侍他，但是却是这位君王来服侍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认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误认了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期待好像我们的耶稣是好像其他的神明一样供在那个地方，好像是我来服侍他。其实是耶稣来服侍我们，他成为谦卑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众人。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学习跟随耶稣的脚踪，要学习他的谦卑。但是很多人把谦卑也是误认了，认为说谦卑就是要轻看自己。C.S. 路易斯他这样说，他说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不是要轻看自己，谦卑是要少想到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以为说啊，我看清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好像这样我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并不是。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谦卑的意思。真正的谦卑是少想到自己，意思就是你要多为别人着想，多想到别人，那才是谦卑。不是因为我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啊，我好像人微言轻，这并不是真正的谦卑。谦卑是我们能够少想到自己的需要，而能够去多想到别人的需要。特别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有很多人都会担心害怕说口罩不够，或者是我们的东西不够，资源不够，很多人是为自己来着想的，但是很少人会去想到我要为别人着想，我要为别人去想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好像害怕这样的疫情，然后我们怕得要死，然后跟人家去抢口罩，并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保护好我们自己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能够透过保护好我们自己，能够让别人少受到伤害。所以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或是只是好像轻看自己。真正的谦卑是少想到自己，而能够多去想到别人。所以耶稣来了，进到城里面，带来很多的一个震动。所以我们来看到在第10节的地方，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然后说这个人是谁？所有的人都惊动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很多人说他是先知，很多人说他是王，很多人甚至会认为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他所成为的那样的身份，这样的王的角色，这样的祭司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角色，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是一样？所以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基督他承担了教导世人的工作，所以他是先知的职分。耶稣基督为堕落的人代求，所以他是祭司的身份。耶稣基督成为王，他是承担了治理跟统管世界跟治理教会的这样的责任。所以千万不要去误认耶稣，像以色列人他们误认耶稣一样，他们认为耶稣应该是一个政治上的王，军事上的王，他们认为耶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像他是一个尊贵的荣耀的角色。但是事实上耶稣来，他却是一个服侍的角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照着他的话来行，并且照着他所行的来行。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几个功课，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学几个功课。第一个就是基督是服侍人的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耶稣当作好像他是要受人服侍的。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要为众人舍命，要来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是做服侍人的王，而不是要来做一个被人家尊崇跟荣耀的王。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以前阿兵哥要当兵的时候，我们男生要当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的人会有不同的役期。那因为我的服役时间比较久，我大概服了3年的役，所以虽然我当了这个维修官，但是也做了一段时间的排长。那我的历任里面，我至少换过了2任到3任的这个连长。我的长官，当然第1任跟我是比较久的，后来的2位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长官。但是因为我是待比较久的军官，所以很多事情是我必须要去承担起来的。所以到后来比如说像有一些任务要出的时候，或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负的时候，当我的长官不能够明白或是不能够明了的时候，他必须要请我来帮忙。那因为并不是我比人家厉害，也不是我比人家好，而是因为我的经验多一些，所以我就变成是必须要去帮连队里面要解决一些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认为说，好像我应该是待比较久，我是老鸟，我是这边的一个资深的人，好像我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身份，我就可以去指挥别人。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的。上帝给我们有这些的经历跟经验，是要我们成为服侍人的人，而不是要成为去指责人，或是责备人，或是要去指挥别人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几个功课。是第一个，基督是服侍人的王，他服侍我们，并不是要我们给他多好的尊荣，而是要让我们看见是他来服侍我们，不是我们来服侍他。好像看起来我们在服侍他，事实上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服侍我们。他成为谦卑的样式，为众人来洗脚。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他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所以这里有2种不同的领导方式，在上面的这一格是拿着麦克风去指挥别人的，但是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却是一个洗脚的一个仆人的角色。我们很多人都会很羡慕上面的这个角色，拿着麦克风去指挥别人，拿着麦克风在那里讲话，拿着麦克风在那里去做一些的指挥。但是我们很少人愿意去成为一个谦卑的样式，去为人来洗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提到说，在教会里面位置越高的人要越成为服侍人的人，不是我们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我们要成为服侍人的人。所以耶稣的领导方式不是上面的领导方式，耶稣不是只是叫人为他死，或者是叫人家要去做这个做那个，耶稣乃是成为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效法耶稣，不是嘴巴里面讲效法，而是我们在行为上你怎么样去行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服侍上会有一些的问题，或是出一些的问题，其实我们需要反省，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正确的。各位，在圣经里面有2个姐妹，她们是一个最明显的服侍的例子。各位如果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当然我们都会很羡慕说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包括我们会比较推崇这个玛利亚。那我们会觉得说马大好像是一个不专心不用心的人，但是事实上各位，我们可能放错了方向。其实马大是一个愿意服侍的人。马大愿意服侍，他愿意服侍上帝，愿意服侍人，这是一个好的职务跟职分。但是服侍到后面，各位会发现一个事情是，马大到后来累了。为什么他会累了？因为他的方向错了。他的方向错在哪里？是他的方向是他希望得到的是被肯定、被赞美、被鼓励。他会认为希望我这样做，耶稣你可以来称赞我一下，你看到我做的事情没有？然而耶稣为什么并不是说好像他特别的来称赞这个玛利亚，而是因为玛利亚她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她把她的眼光，她把她的眼目定在耶稣的身上，并不是你不应该去服侍，而是如果我们失焦了，如果我们的服侍是为了得着人的喜欢，为了得着人的肯定，为了得着让别人觉得我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很容易会疲累，因为不见得你给人家馒头，人家就会还给你馒头。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我们送给人家馒头，人家会还我馒头，要不然还面包也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还给我们可能不是馒头，而是石头。听得懂意思吗？我们有时候服侍人，我们希望给人家好的，但是别人给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所期待跟想象的。所以
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着安息。”很多人把这一段话当作说：“哦，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重担压力的话，你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要使你得安息。”我们可以这样去说，但是事实上，耶稣这样说的原因不是因为了这些未信主的人，他其实是为了信主的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当你服侍软弱的时候，当你无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着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服事是疲累的，那表示我们的方向可能有错了，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真的要服侍上帝，而是我们只是要让别人能够肯定我们，或者是让别人来称赞我们，而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在上帝面前能够忠心的来摆上。所以第二个我们要从这里看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基督邀请我们不是进入我们的生命，而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所以不是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而已，而是我们要进入耶稣的生命。耶稣是怎么活的，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就要照着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生命来活。所以耶稣呼召彼得，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要叫你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千万不要误解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好像要我们多做一些事情来为他。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耶稣当成手很短脚很短，好像我们要为他做事他才会做事，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理解一个事情是，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上帝工作很忙碌就代表我们贴近上帝的心意，也不要以为说教会的聚会多参加之后就代表我们更多认识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工作来当作取代跟上帝的关系，服事当作取代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可能以为做这些事情上帝会比较喜欢，但是事实上服事并不代表我们就贴近上帝的心意，也不是说我们多参加聚会就能够认识上帝。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就是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时间蛮久了，孩子也都养大了，但是他们夫妻的感情始终是淡淡的。那这个太太她也很用心在当一个好太太，因为她每天做菜做饭，每天整理家务，每天照顾儿女，她尽忠心的来做一个妻子。但是始终她的先生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并不是说她的先生要去找外遇或者什么，没有，只是他们的关系一直是那样的一个冷冷的淡淡的。那后来有一天，这对夫妻他们有机会来促膝长谈的时候，这个先生终于讲出他心里的话。他说：“亲爱的太太，我并不是要你做很多的家事，我并不是要你照顾家里，好像照顾的无微不至，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每天让我有饭菜吃。我很希望你可以陪伴我。”所以这个太太她心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震荡，就是原来我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贴近我的先生的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做了很多事，以为说他会感激我，他会觉得这样做是比较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忽略一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贴近我们所爱的那一位的心。所以并不是我们工作很忙，服事很多就是贴近上帝的心，也不是我们做很多的服事或是很多聚会我们就认识上帝，而是我们要懂得耶稣的心是什么。所以几个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第一个，我们遇见耶稣了没有？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遇见耶稣而改变？第二个，我们与耶稣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是很远的，是透过工作来满足耶稣吗？还是我们能够贴近耶稣的心？第三个，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还是当耶稣吩咐我们说要照着他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说不要，上帝你不要呼召我，你呼召别人去吧，不要来找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上帝去找别人，而不是我愿意被接受上帝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常常思考这三个问题：是我遇见耶稣没有？我的生命遇见耶稣了吗？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跟耶稣的关系好不好？还是我只是知道他，认识他，但是我没有跟他有好的关系？那我愿不愿意跟随着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三个，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事情，是基督要我们照他所行的去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跟着耶稣是一件好差事，因为跟着耶稣是受苦的开始。
千万不要被一个谎言所欺骗，说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无灾无病、国泰民安，或者是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信了耶稣并不是我们没有这些的问题，而是我们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要进入耶稣的生命，而不是只有让耶稣参与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所行的，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需要照着他所行的去行。最难的不是洗脚，这里提到说最难的不是洗脚，而是谦卑的跪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服侍人容易，但是我们却没有那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可能心里面还是自大的，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我是比别人好的，就是比别人高的。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服事，让我们看到伟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要来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跟随耶稣是一件好差事。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说，跟随耶稣你要开始知道，跟随耶稣是一件受苦的，因为你要开始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你要开始，你的价值观，你的所做的、所行的，是要跟随着耶稣的。这些不是世界上所愿意接受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去思考，我是不是在所做的事上能够使我的上帝得荣耀。也许我们很多时候配合别人、贴近别人的心是容易的，但是我们要贴近主的心是不容易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做一些选择跟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选择跟决定是什么？是要跟随十字架的路，还是要跟随容易走的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为荣耀上帝而做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活在礼拜堂里面，而是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他来做的。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期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人看见这位谦卑的君王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他不是来高举自己，或者是来凸显自己，他乃是谦卑的来侍奉。所以记得刚刚牧师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投影片，这个 C.S. 路易斯说，真正的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要少想到自己。真正的谦卑不是我要多想到考虑自己的需要，而是我要多考虑别人的需要。不是轻看自己，而是我知道我怎么样来帮助人，让别人因我能够得祝福、得帮助。所以最后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祷告来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这里提到说，耶稣，我希望人们能够从我的生命当中来看见你。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来看见耶稣。人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是不是跟耶稣有美好的连结？人看到我们是不是看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一个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或是武侠的这个电影，武当派的弟子都会使武当的剑法，少林的弟子会使少林拳法。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么人是不是从我们身上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使人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今天棕树主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城。他不是骑着战马，他是骑着驴驹子，是要来服侍的，是要来服侍众人的，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生活上面，我们所活出的样式也是服侍人的，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帮助我们能够把你所行的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人看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从今天棕树主日，我们学习到美好的功课。你的恩典常在我们的当中，是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靠你得胜，不害怕，并且我们能够来帮助安慰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使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回应诗歌，让我们起立。主，我今来。
下来我们要奉献。那么我们在这个网页的下面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划拨的账号。那请那个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电子的方式去进行划拨。那么你可以写入你的户名，或者是在备注的上面写下你奉献的编号，或者是说在一般日也可以拿你的信封袋到这个教会向办公室缴交你的奉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我们不能够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进行敬拜，但是我们依然要继续用奉献来支持我们的教会。不论我们在何时，不论我们在何地，都会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接下来我们要做教会的消息报告。那么今天是中树主日，欢迎我们参加聚会及线上参加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你。第二点，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教会我们4月份暂停圣餐一次，等到疫情趋缓之后，我们才会继续进行圣餐的礼拜。第三点是教会自这个现在开始一直到4月26号之前，那么4月26号的话，我们就开始会适应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会开始进行实体的聚会。那么我们这连续的3周，我们都会采用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那么请大家呢能够上 Facebook 或是在这个荣光堂的 YouTube 的网页进行这个点阅。那么趁机就是呼应一下牧师的这个讲道，我们一般我们这个坚定我们的这个教友，通常我们会想说，好啊，那我们就等到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看到假设我看到荣哲，我在鼓励他一下，最近好像剪头发，心情也许不好。那但是呢，事实上现在我们一连这3周，我们都看不到这个我们的会友。其实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用不论是手机打电话，不论是网络 LINE 的讯息，我们都可以打个电话，或是写个 mail 来坚定一下我们每位教友。在第4点，这个我们星期4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有查经祷告会，使用这个网络线上直播的方法，这个请大家要预备心观看。然后第5点，我们本周开始为受难周，教会在本周5晚上有这个受难日的直播祷告会。查经的内容是基督十架七言，请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Facebook 跟这个网络上看直播。那我这边再顺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在我们一般的查经或是简单的这个直播，我们会使用 Facebook 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对大家比较容易，也可以有及时的会友中的一个互动。但是我们 YouTube 的话，会采取在我们主日的直播，我们会使用 YouTube， 因为后续我们还可以做编修，然后其他的会众在延后也可以使用看到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网页，不限于说一定要10点就坐在这个教会前，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才能观看，你延后观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解释。第6点的话，因为疫情影响的话，我们4月12号今年就没有办法吃到茶叶蛋了请大家见谅。那么第7点的话，因为停止这个聚会的小组可以参与教会的这个灵命日粮、马太福音、天路系列的经课来灵修，或是呢这个跟参加这个就是直接参加我们这个牧师我们最新的网络红人这个直播的这个讯息。现在牧师是我们教会直播
等于是直播主了哈。这个再来的话，第8点，我们4月份的知识的这个小组会议已经在上周五晚上7点半已经召开了，那会议记录会放到各小组的群组当中，请大家参阅。第9点的话，我们下一季4月到6月的这个主日的崇拜轮值表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已经发送给大家了。那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是最近我们在4月26号之前，我们都是采用这个线上直播的方法，所以在整个的服事上面可能会比较跟以往不同，那请大家来留意。来，最后一点，第10点的话，是因为疫情的这个严重影响哈，所以我们决定这个马祖的探宣队这个取消我们原定的行程哦，那视情况再做另外的规划，我们这个还在检讨当中。那接下来是肢体消息，就是上周五4月3号，资讯弟兄的追思礼拜已经圆满完成了，求主安慰赐下的灵，与家属同在，安慰其忧伤的心。再来是针对肢体不适的杨志华脊椎的手术、瑞恒手指的复原、品纯的正颌手术的复原、穆恩血小板的指数稳定、邱美满婆婆、孙妈妈，这个就是孙淑华师母的母亲，还有王神正前弟兄，然后周雄老师的身体复原，都我们持续带祷。接下来我们唱3-1颂，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你的儿女十分的蒙恩。我们无论在工作、家庭、生活上面，都蒙上帝的看顾保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